你方才說，公子歇要女医治轉達羋月，她還活着，被女醫治拒絕了。這就是說，羋月並不知道公子歇還在世，且與他咫尺相隔，這偷情之罪如何而來？公子歇救護迎親車隊，身陷絕境，死而復生，可喜可賀。大王又為何要責罰於他？此事體大，不可輕舉妄動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奴婢只記住威后那句話：羋月不除，必成心頭大患。羋月已搬入交房殿，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，王后千萬不要錯過機會呀！羋月今日搬入交房殿，我得去看看她安頓得如何。是，奴婢隨你去。姑姑就別跟着了。姑姑直肠子，眉眼裡全都是話。羋月是聰明人，我可不想讓她心生猜疑。算了，我晚上再去。另外，今日的事，对誰都不可泄露。是。刚開始啊，我還擔心挺不容易一個好住處落空了，沒想到這交房殿比長寧殿還要好。那是當然，有大王的眷顧，誰都不進咱們三番。那當然。你們兩個丫頭也太大膽了，這等話也敢亂說嗎？這兒是交房殿，王後才是一殿之主，這裡不比會院冷僻肅靜。這麼多人同一屋檐下，人多口雜，行事要處處小心。你們若想惹是生非，且不講八子處罰，我先將你們撵出去。姑姑恕罪，我們不敢了。起來吧。是。記住了，以後做事多用眼睛和耳朵，少用嘴。是。八子，智姑姑，月儿，快喝了这碗红枣黑豆黄芪粥，智姑姑刚刚给你熬好的。我眼下不餓，一會兒再喝吧。忙了一日，晚上的時候又沒有多少胃口，這可怎麼是好啊？是啊，就算你不餓，你腹中的孩兒也該餓了。你眼下是一人吃兩人飽啊。孩兒聽到沒？兩個姑姑都說你餓了，就算娘親不吃，也要替你吃。八子，王后來了。姐姐，妹妹快別動，讓你住到我這兒來，就是為了讓你安心養胎。以後問候請安的事情全都免了。你要再跟我多禮，那就見外了。多謝姐姐體諒。智姑姑讓妹妹喝的，可是紅棗黑豆黃芪粥啊？是。這粥倒是安神養脾胃。當年我有喜的時候，智姑姑讓我喝的也是這種粥。話是這麼說，過去也沒覺得什麼，但自打有了身孕之後，一聞見那豆子的味道就覺得腥氣，怎麼都入不了口。這樣啊，智姑姑可有其他方子調理一下？明日奴婢可以給八子試試薏米山藥粥。這粥是如何做的？將薏米加入精米，放入鍋內，加水煮粥，待粥快成時，加入去皮洗淨的山藥小段，煮至山藥軟糯即可。若八子喜甜，吃時可加入少量的蜂蜜和桂花。這口味聽起來不錯啊，那就給妹妹換這個口味吧。是。智姑姑妙手仁心，
不知救了多少痴男怨女和小兒性命。來日我一定禀報大王，重重的賞你。王后言重了，若无他事，奴婢退下了。你搬进这交房殿，对这摆设布置，还有没有不中意的？姐姐精心筹划，玉兒道謝都來不及。你住過來，有何需要，隨時跟我說，我讓他們安排就是了。多謝姐姐。你們都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我姐妹一同入秦宫几載，如今總算是住到了一處。想起當年在楚宮，你我一同住在高堂台，一起任性玩耍，有多少快活。姐姐，你還記得這個嗎？當然記得了，我還記得你幫我去給秦王送書信，被母後罰，禁閉在月華台。幸虧公子歇拼了命的救你，該死，我不該提這些。無論姐姐提與不提，當年之事都歷歷在目。子歇在世時，他是玉兒的性命。如今子歇去了，玉兒的性命也跟着去了大半。如今能顧念的，只剩下這腹中的孩子。這話聽了都讓姐姐心疼。說起來，妹妹如今在宮中，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。姐姐痴想，如若公子歇還活在世上，妹妹會如何選擇？姐姐，若是能讓子歇復生，就算赴湯蹈火，我也要。到了北郊行宫，把信交給邢夫人，就說菊花已經開了，過幾日我去她那兒喝菊花酒。是。慢點，公子。這是怎麼了？公子倩為何這樣？大人，昨日公子倩一夜未回，今日一早有人發現他睡在一家酒館門前。將公子扶進屋內，好生照應。是。走，公子。